继续来看一对转型成功的市场，桃园太阳公有市场，民国84年启用，不过现在世界唔好也都因素，慢慢的谈上的需要变做门内观。2年前，地方政府争取经费，修整市场的外观，地步也重新装潢，有上的去个摊贩还用了1年的时间整合同学习，对通线规划、空间利用、商品用的布摆也都，如果用心去做。更加嘅太阳公有市场，无空下睇嘅谈内容，进驻率系100%，也本人碰新的感觉，是得讲系台湾限制空间发发嘅模仿。平东的20块1斤，1斤20块，现在就便宜了，哎，对。这个吃的苹果很好吃，真的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啊，都可以放一起。就同日本嘅市場相款，太原公有市場地擺，民眾買各種嘅用品。唔過詳細看下啦，呢片嘅空間當廣當闊，天內1000里，唔會濕答答。大家攤位前會有點注意嘅簡單小解，同新人客上正門。介錯了後嘅太原公有市場，外觀人客尺度無窮寬。动线比较明确嘛，那标示各标示还有摊位的区分都比较有区别，让买东西上会比较方便。摆东西哦，就没有改进啦，啊，边路当墙里你对外用人啦吼，啊，无卖看到垃圾你对外用人呢，边路真闹热啦。市场规好多了吼，加光线啊、出门啊吼都清亮吼，啊，人仔看到吼。东西甲墙里上吼，啊，甲亮丽吼，非常的好。啊，透过了到市场系10年前的从关门呢，啊，是太阳乡公所吼，台里的自治会吼强力推行下吼，虽然非常的强力，啊，人仔当会落来吼，啊，食东西卖东西吼。因为设计无好，造成摊商进驻率当地，新闻疫情开始，量就到乡门。一直到今年2月重新开张，将要开始闹热起来。不过同本来嘅限制空间法，只要用心嘅素材、食材当道，除了硬体部分重新来皮装修之外，有心进驻嘅摊商也用喺一段時間學習同充實，將同太原公有市場嘅招牌重新出港。为了配合我们桃园航空城的整个计划，在我们大园乡虽然这个公有市场是小小的，但是我们要给它小而精、小而美，让它做的让大家能够刮目来相看。大园乡公所整个团队里面，包括我们所有单位主管，还有我们的大园分局派出所，全体共同有组成一个推动小组。而且受到大家的一个共识点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市场从原来的没有办法来进驻在这里面，现在稍稍有一点的成就。大家也想改变，也就是我们触发这个点，让大家自动自发想可以参与这个活动，让进驻，而且这是势在必行的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等我们升直辖市以后，自然会被市场所淘汰，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。市場地擺慢呢是得看到改變嘅素材，像係青菜嘅擺設，唔愛袋背袋，打掃簡單又清楚嘅視覺效果。空間規劃同空間利用，也充分做產品規格同人性化考量。連結兩體區嘅行廊係賣辛苦嘅專區，而廠牌嘅店，本民眾昂添呢是得了了些困難啊。通線一好，啊，銀行嘅落嘢。買東西嘅方便又容易哈，啊環境好啊，咁你就來哦。太原公有市場攤位有50個，進駐率係100%。因到今年2月還忙正式設攤之前，就已經組成自治會，為以後提升攤商素質做準備。當然，在轉型的時候，我們有諮詢攤商的意見，我們有攤商整合的會議。
也有进驻之后的整个计划跟步骤，然后我们也成立自治会，通过会员大会也成立干部改选，这一切的动作就是在前置动作做完之后，再做进驻的动作。有了组织，有了意见交流嘅平台，日到摊上开始自己向外学习，透电视啊、通识学配啥嘅好处。我们包括有优良市集的观摩、摊商的训练讲习，还有乐活创业人才的培训的部分，都是要把我们摊商的素质提升。突然呢，就大家去拍摄乡镇参观哈，参观讲人咧优良的市场很用的环境来做，汤起用情况汉白改做，然后了去汉白盲人入人去。然后大家嘅态度嘅整顿，全部上期要带落来，所以我哋就有了嘅信心对了一块。虽然摊商拢会团结，也系为咗本市场更加好。不过到底50个摊位，有时节难免会意见无同款，该在大家讨论了后，弄实得太多共识。长期的消费形态跟摊商的摆设方式，这都是一个困难点。但这个东西，我们透过的教育训练跟沟通，慢慢把旗舰化解。因为只要大家想要的是赚钱嘛，只要有钱赚，大家就愿意说哦，这个方式是可行，而且是未来趋势，大家会配合去做。水果摆设由红跟绿凸显蔬果的质感出来，然后也让水果看起来更好吃、更鲜甜。而且我们摆设由下而上，由左而右，颜色还有大小区块的分别，让引起顾客的购买欲。商品嘅摆设就会大家配合嘅结果，看下那条果子，改变代代年年嘅传统印象，用精致，同时强调色彩对比，主视嘅部分也系强款，尽量俾消费者清楚嘅感觉。公布栏上其他有机市场嘅商品，也不时提倡摊商注意摆设。另外，市场了解公信。也係經過一段時間嘅意見交流，將決定使用。這些攤商很可愛，當初的時候或許有反對或怎樣，但當我們在運作或做一些訓練或怎樣，他們100%參與，也慢慢的支持這個想法。我覺得這是讓我最感動的地方。為咗發揮市場，公有市場嘅攤商用喺一年嘅時間進行整合同學習。今日當到同成功嘅經驗同想法，向市會界傳統市場推廣，希望用了解公有市場做中心，同傳統市場變做太上天，為太人帶來更加多嘅商機。也如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下禮拜嘅節目會改由藝術氣息咯，我哋會為大家紹介嘢佢特別嘅藝術家，從李明生也作品目標啊睇美術館，係同100個民眾家人嘅錄卡嘅表來展覽，還有勞工畫家李時茂，以及個係台天批線人員，畫嘅路係也同時爬爬揭揭個辛苦嘅情形，然後有名嘅客家歌手車一去到花蓮玉里駐村，為100個新朋友畫圖。下禮拜向下嚟看下先，我哋再會。